可以聽得明啊，了解下究竟發生緊咩事啊咁樣，咁所以係好好啊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同大家一齊睇嘅就係會長盾嘅決賽啊！比賽咧亦都係開始咗啦。咁啊起步咧，6板嘅起步啊，然之後進入加速。咁見到3號好似喺呢個角度有些少嘅優勢。好啦，咁啊打橫睇落去咧，暫時大家都係叮當碼頭，見到大家都係用一個最高嘅獎頻啦，希望可以喺個頭100米可以放得到對手。咁呢個角度睇戲咧，咁啊一字橫排開都係未分勝負，未有見到邊條龍有特別嘅優勢嘅。哇！好啦，開始去到中段啦，開始拉開咗啦，咁啊見到第7線啊，咁啊3木板門健兒咧就帶咗出嚟咧。第3線咧仲有顯理工程嘅同喜龍啊，咁啊3、7線中間咧仲有咧就係5、6線啦，同埋咧第4線喺後面。喺呢個角度帶咗出嚟少少咧，有第7線嘅呢個3木板門健兒咧，咁啊初賽成績佢係2分01嘅，但係喺中段呢個時間咧相當之唔錯啊嚇。咁啊比賽咧大概仲有250米左右，而家第7線咧帶咗出嚟少少。賽事去到呢度咧，好緊張啦，去到中段啦，咁啊暫時見到健兒咧係稍為領先咗啲嘅，咁究竟之後咧，其餘嘅龍舟可唔可以加力去追翻上去咧？繼續都係第7線、第3線、第7線、第3線啊，跟住咧就係第6線。嗱，呢個鏡頭第8線好似好近咁啦，但係咧就離起碼咧仲有咧1/3個龍舟嘅位置嘅。呢場係會長盾嘅決賽，繼續都係第7線咧領頭，第3線好近啊，越嚟越近。嗱，圓桌咧相對嚟講咧就比較慢啲啦，唔知咧係咪咧係第一場完咗啦，個氣力有啲不繼啊。我見到6線咧開始加力，然之後加棚開始想走緊上嚟啦，去到應該唔夠100米到啊，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喺最後尾可以走翻上嚟，贏到呢個會長盾啦。好啦，嚟到最後嘅階段啦，大家咧都衝刺㗎啦，要開始。哇！第7線、第3線、第6線啊，繼續都係第7線、第7線嘅3木板門健兒，初賽2分01嘅成績，啱我哋睇到喺決賽都係差不多。咁啊喺決賽咧，仲要係快少少啊，0.08秒啊！哇，好嘢喎！咁啊，反而圓桌喺初賽係咪放得太盡咧？咁啊，而家咧就喺嗰個嘅決賽。